各位，梵蒂岡宣布教宗方濟各逝世，終年88歲。教宗方濟各最後一次公開露面係喺星期日，佢喺聖伯多祿廣場短暫現身，向信眾致意。Cari fratelli e sorelle, buona Pasqua. Hello. So good to see you. 佢亦短暫會見咗到訪嘅美國副總統曼斯。Carissimi fratelli e sorelle. 梵蒂岡教會總副法雷爾樞機星期一發聲明宣布，方濟各喺當地星期一朝早7點35分蒙主恩召，回歸天家，終年88歲。2013年，當年76歲嘅阿根廷樞機貝戈格里奧成為第一位拉美裔教宗，稱號方濟各。外界形容方濟各謙遜而簡樸，佢中意行路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。方濟各為人敢言，曾經批評教會嘅形式主義。對於同性戀議題，方濟各一改天主教會嘅講法，話同性戀者係神嘅兒女，有權組織家庭。方濟各曾經話唔會放棄同北京對話。曾經切除右側部分肺葉嘅方濟各喺2月因為呼吸道感染入院治療，留院超過5個星期，上個月23號出院。當時主診醫生話教宗一度處於死亡邊緣，曾經考慮終止治療，俾佢安詳離世。無線電視記者梁永山報導。返嚟本港，元朗大道村發現一具燒焦男屍，當局正係調查係咪同今年嘅大年初一火警有關。警員喺現場檢就一袋證物調查，今年1月29號，即係農曆大年初一，大道村有村屋起火，消防曾經派搜救人員到場。涉事村屋火警之後一直冇人打理，有人今日到村屋執拾，期間發現一具屍體，於是報警。初步相信死者係男性，警方正係調查佢嘅身份，死因有待進一步確定。呢一節新聞提要報道完。各位，復活節長假最後一日，大批外遊嘅市民陸續返香港。警方話，深圳灣口岸人流擠迫，建議改道其他口岸或交通工具返香港。4日假期嚟到最後一日，唔少趁紅日出去玩嘅，呢一日陸續回程。佢哋有啲返工請唔到假嘛，啲細路請唔到假，我哋原本都想住多2日先返嚟。好開心，同埋好興奮，好唔捨得肇慶咯，因為嗰邊有好多嘢玩。經羅湖回港嘅人流不絕，有旅客話過關大致順暢，預期中快咗好多。係我預算要半個鐘嘅，但係兩邊關口過埋都係10分鐘左右。接通深圳南山區同埋香港新界西嘅深圳灣口岸，下晝都有唔少人拖住行李回港，有市民提早咗半日回程。好似星期5嗰日咁多人，唉點掂啊？幾個鐘頭都過唔到關，係咪啊？星期5返大陸嘅。係啊，人山人海，等好耐車同埋等好耐排隊，知唔知啊？好凄慘，好凄慘。上星期4假期未開始，當日已經有近72萬人次出境，星期5更加有83萬，當中大概7%係本港居民。到星期日仍然有超過50萬人次離境，大部分都係北上。入境處早前預計星期一入境高峰，大概62萬人經陸路口岸入境。運輸署已經指示公共運輸服務營辦商加強服務。運輸署話會密切留意各口岸嘅交通情況，呼籲市民留意電視台、電台同埋出行易發放嘅最新交通消息。無線電視記者盧卓敏報導。金價再創歷史新高，突破3400美元關口。金價持續強勢，曾經高見3406美元水平1盎司，較上日升2%。金價今年以嚟累積嘅升幅接近30%。美國關稅政策唔明朗，美元匯價跌至超過3年低位。據報美國總統特朗普繼續要求聯儲局主席鮑威爾立即減息，並研究解除鮑威爾嘅職務。有分析指，特朗普日前喺社交媒體發文話，談判同成功嘅黃金法則
係擁有黃金者就可以制定規則嘅言論，亦都支持金價上升。呢一節新聞提要報道完。